QQ，喂，hello，上鏡啊！隔離輕輕，係喎，乖喎，嗰隻咧，乖，好，再嚟第3次，第4次，第5次，第6次，哎呦，俾翻呢隻啊，第7次，8、9，數下先，10、11、12、13，又係呢隻，14嗰隻，係啦，15、16，嚟17、18、19，咁外面有嘢食嘅嗬，20，仲有幾多次咧 ？QQ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嗰隻哎呀係啊，9、10、30次啦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啊我要嗰隻16，係啊，13，喂過嚟俾繼續，喂坐低先，17喎，真係37次，哇！哎呀，獎嘢食，好嘢有嘢食，小黑咧，小黑過嚟啊，小黑吞，係啊冇錯啊，小黑過嚟，哎呦，咦有嘢食，睇下拍唔拍到小黑先 ，OK 呢度見到，但係好似睇得唔清楚，褪一褪先，睇埋小黑隻腳仔啊要，咁樣係咪好啲呀？好啦，有嘢食喎，小黑俾輕啦，小黑輕，俾輕，係我叻仔，乖乖 ，QQ 咧輕啦，係 Q good，再嚟小黑輕，小黑俾輕，哎叻仔，呢度好 QQ 輕，好嘢，好啦，兩個輕，你兩隻手㗎，睇下先，好啦，再嚟1、2、3喎，兩個輕，哎呀，俾 QQ 搶咗先，影唔影到？應該影到啊！嚟，再坐低，係啊，兩個輕，哎叻仔，哎呀 ，QQ 快手啊！哎，小黑過嚟先啦，小黑 come good，嚟呢度坐啦 come 啦，嚟係啦 come 過嚟啲，係 good，哎呀嗱咁咪睇到鏡頭咯，係咪啊？幾大個頭啊 ？QQ 好啦，睇下見唔見到手仔先見到喎，好兩個輕，係啊兩個一齊輕啊 ，QQ 你都有，好有嘢食梗係精神啲啦，係咪啊？嚟兩個輕 good。QQ 隻手喺度啊！好 ，QQ 伏低。哎呀，伏低！咦，捐咗落去喺呢度。好啦，俾啦。叻女吧？小黑咧？小黑襟咧？係乖，好乖喎，食得好斯文啦。好啦 ，QQ 起身啦，起身呢度。QQ 起身，係 good。襟，哎呀！俾埋手啊！再嚟兩個 hand， 好嘢！今次玩到呢度先。